我想看股东的支持度哈，应该是有把握了。哎，所以还开得很顺利。那股东他想发言的，就尽量让他们发言。好，所以就报告完了以后就让他们发言了。所以是应该是把他们的问题都讲出来，我们都记录下来。嘿，那对，基本上大家对民视呢今年有发鼓励吧。好，所以对发鼓励这边大家没有什么异议啦，就是说这个是都通过，都通过。嘿，那另外可能当然股东都有不同的意见了哈。那事实上民视呢，我们公司里面不是所谓的内斗，并没有。好，那而且有的人说那个针对那个喜乐岛的那个，这次很多都是用喜乐岛发给各个。股东有他的地址，或者甚至打电话，股东对这方面相当的质疑，也有表示说应该要追究。嘿，股东当然他是有的是希望说要上柜上市啊，有这个是从以前就有的问题了。那当然我们在董事会里面也要讨论到底是什么时候是适当的时机。有人说民间投资就是不要上市，民事上市。那这个是不同的说法，就是那个提到这个是有一个配套啦。你要上市之前，你的民间投资不能上市，也要控股，这个也是股东提出来的问题。那下午民投的那个改选？下午民投有改选，民投就是一共有7席的董事，2席的监察人，那当然就结果会怎么样，就要看下午才知道了。董事长这边有把握吗？我想看股东的支持度哈，应该是有把握了。像交哥刚讲，你不用叫我交哥，你可以叫我老公。对，平常在家里是不是逼他叫你交哥？没有，对，这样好。老公的当然好，右手边下方，我要跟大家5月10号会在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台北社会创新师。好，右边。好，右手边下方。我刚好像还没习惯叫交哥叫老公，可是私下平常都还没这样习惯。私下是啦。因为我平常因为我跟朋友聚会的时候，我通常跟他们讲到他的时候，我还是会讲说交哥就说什么什么什么，我已经很习惯了，所以有时候在跟就是第三方讲到他的时候，我都习惯叫交哥。我会觉得老公这个词很像很私下的词，所以我就说我老公，我不知道，还是有点害羞。好吧，谢谢耿如。这样是不是很奇怪？我说谢谢耿如，是不是很奇怪？谢谢交哥。对呀，很奇怪。他不喜欢太太这个。我不喜欢太太。刚刚他在上面也是先。我在受访的时候讲太太，他不高兴。我就立刻抬头。然后他访完之后，我就跟他说：“你以后可不可以就是说老婆或者什么比较年轻一点？你说太太就好像年龄又增了一等，就说有差吗？有差啦。太太跟老婆不是一样吗？不一样。太太比较老吧。”听起来，对，听起来是吗？对啊，听起来比较老。好吧。所以2位开始努力做人。没有。做人失败。我们常常在大白天东忙西忙，把自己搞得非常累。还以为我常在大白天。你断句断太那个。东忙西忙，我种花，他画画，对不对？我洗衣服，他就敲木雕。通常我们到大半夜的时候呢，都很累了，所以到大半夜真的是就是休息。那会不会白天工作的时候会传简讯给另外一半，说老公今天晚上回家做功课？一般人是会这样子的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们2个要做那个事情的时候，有什么暗号？没有这不是公益活动。奇怪，没有真的啦，我们真的很顺其自然。有时候就突然间半夜想要拼乐高，吓死我了！对，我讲快一点。像我们过年有一天半夜就不睡觉拼乐高拼到半夜，我们比较不会说。你知道我知道他们要怎么下标了。好，没关系，就让他们下，有带到公益活动就好。